先讲一个笑话吼，有一天我就拄仔去看一个世界，要死我！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和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来，咱这集应该会讲真长，家己听的人要心理准备。不知遐久无。先甲大家拍个招呼，来，我阿德。How are you? I'm fine. My name is 雪凤。小伙子啊，咱你真正离录音来讲啦，咱莫讲发布时间，以录音来讲，其实差不多差一个月。有个外月，拄好一个月啦。通月，今日初几呢？今日初5，拄好一个月啊。个外月。过一天，过一天对啦，无错吼。我有伫记哦。所以咱有足侪物件吼，嘛要甲大家分享啦，包括即届嘛，等于讲咱真正是新正年头的头一届录音吼，以旧历来讲，拄过年，其实当录音的时阵嘛，搁伫过年期间。过新春期间啦吼。来我甲大家问好者。新春那个正月15去啊，是啦，先拜一个晚年啦吼。新年快乐，身体健康。这较要紧啦，无错。来我嘛来，嘛是要甲大家祝福一下啦吼，讲祝福大家金虎迎春皆顺遂，人银好岁满载利。人银就是人银，人银就是咱的即个天干地支、天干地支的即个咱纪年的方式嘛吼。旧年是辛丑年，今年是壬寅年，人银歹念啦吼，这条个念互大家来听一下。真济啦，咱迄个来的朋友，一讲讲拢伫传遮长辈图就对啊，无对，顶下就写壬寅，壬寅就是壬寅，大家若想要去甲即个词学起来嘛，可以。金虎迎春皆顺遂，人银好岁满载利，祝福大家安尼。真好的代志就对啦。我过年前应该虽然讲是伫咧过年，过年嘛是过年前上尾一届发布的即个 live podcast 大头条，著发给因为你都即个金鸡玉晓啦，无适合搬车刷动你的金卡玉布吼，所以我都找代打找即个阿露露，所以我真个感谢你吼。阿露露，咱有见过面，毋知有印象无？有啦，一定有印象，我相信。你就较无适合坐车啦，所以即届就无去到大头条。所以讲我对我甲你讲啦，了然啦，吼，哪会安尼啊？个人体质的差别啦，所以有的人确实较无适合安尼搬车。母啊，对，运动嘛做，路嘛咧行，就是安尼无法。舞用跳的听起来怪怪，一般是舞用跳的，舞用跳的。虽然讲欢喜嘛，有跳舞、做运动、有爬山、行路，其实做真侪运动，但是有当坐车嘛是高兴车，即有人甲人的体质本身。奇怪无法哩呢，阮的教舞的老师共款，伊嘛讲。我嘛爱行车，安尼我就无法度啊。对啊，这有当下就是无法度。就较实咧，嘛真感谢阿祖祖。系啊，就是嘛拄好都找来甲我做帮开讲吼，因为毕竟是即个人讲歌戏演员出身，我想讲，因为既然要对讲吼，要开讲你。总是希望讲有法度，两个有法度真正足顺势咧讲话，所以我就去想着伊，就讲无你要来做算一个无吼，大家你即个趣味啦，伫房间内底一个透明的玻璃，大家路过拢看会着，知影敢若变高人安尼，蒙做算。确实经验嘛真好，所以我拄开其实真紧张，前几工想讲毋知。会顺势无吼嘛？毋捌做过，咱讲 live podcast 就是现场真正播。你直播是讲，毋是干那讲你录音尔，是真正边仔的人，毋是干那网络顶看会着，连边仔人经过拢听会着，迄声会对我放出来安尼。所以但是真正去参加了讲，真趣味，心息吼。其实嘛无啥物困难，反正就是你开讲你。有啦。然后人甲你拍招呼，你就甲伊拍着招呼安尼。做家己就好啦。当然我迄工嘛经较
平常时去上班的时阵，所以嘛较袂人较济，我就较会使专心伫咧讲话录音的即个部分安尼。所以都真趣味嘛，真感谢讲有即个机会啦，通啊去耍即个物件，甲大家做参与做好耍安尼。这应该是即个台北市政府的即个活动啦，包括对着即个大稻埕迪化街商圈相关因做伙推出的，我伫想包括有即个扫荡，包括扫荡，包括录播课都是即个平台因的一寡合力来做即个物件，因为迄设备足贵的，迄间听讲破100万，干迄间设备才破100万，所以你伫人来去的所在录音，阁会使遮清气，这无简单哦。内底设备真复杂，你知影讲咱当地录音，有当人外口有啥物活动加减，拢会受到影响，我想办法甲加掉。其实是无遐简单，伊迄我拢免加，因为我都处理甲真清气，确实有厉害啦。所以嘛，真特别的经验嘛，希望讲以后阁有机会会使做无共款的podcast 的活动，会使甲无共款的人、无共款的朋友来互动。那以后有机会有兴趣嘛，欢迎大家做伙来耍，做伙来参加。真好哦！过来咱就爱来答复咱的一寡即段时间以来即个留言留话，因为有当时有一寡话我无一定有时间随去回应所以总是爱来。这都嘛得即马讲即个，我要说明一下一般啦，说通是负责无代志，什么做无代志？这个无代志，安尼你毋知听有无？我毋知，我解说简单解说者比如讲，我来去带课来讲，我的团员啦阮的老师休困到我去做老师安尼我拢甲因讲无紧，恁尽量做有瑜伽有筋劳恁尽量做尽量扭你若手要甲伊拗长，口要甲拗着算无负责，我负责无代志，你尽量。我尽量。所以讲我一向拢负责无代志啦今日嘛是讲真阿德真辛苦，所有头到尾拢伊处理，我就负责人喙花过来呢，过来呢，你讲这个会较慢回，就是人来拉话这个 FB 啦，其实我是真罕尼去哩除非讲。伊特殊甲通知甲讲我再去找去甲回应所以一般若要讲我来回应就会较困难较慢这一切都是拢互得去处理所以我无法度直接有就是等甲后回我若见面要录音的时我再来甲伊回答这点请谅解就是安尼。对当然你若是有专工要对即个煞风景讲话，你嘛会使写一个我会知影，我嘛会拢会帮伊先转互煞风景看所以咱听众朋友若有想要讲话，想要找煞风景开讲我嘛是拢会使啦，你共款留话我会甲讲先甲讲一下安尼所以讲一般我是无遐尼紧回应啦，因为我都哈尼伫用我从顶边开起来不好时，我嘛是讲哎哟有够好笑，有用无无不晓用就开不晓讲究啥，逐项拢袂晓就去就到下做就对做算安尼请恁了解啦这就是我的说明，我的补充。咱来答复即个留话一个是伫 Apple Podcast 顶管的互咱5粒星这是会使拍星的所在就先甲感谢一下好伊留即个话伊主要即个标题是用汉字以外，其他拢是写白话字的拼音我会使互你看一下我看袂到啦你安尼，我无紧，因为我照有迄个平板，使互你先看一下你有看到顶管字拢写英语字你英语200我咧，我计无计熟悉这毋是英语这叫做白话字是歹势，这个是我无了解的所在这叫做白话字啦，伊的意思是讲头前写赞啦，这你有看到是这个 Ronnie Chen 留话是这个 Ronnie Chen 留话伊的意思是讲无意中找到支持伊即个话的意思是安尼所以就是嘛真感谢你我是毋知你是安怎有法度无意中找到因为这个咱缘分啦有当时真正是爱缘分啦机缘啦对嘛希望讲既然你有找到有这个缘分有兴趣会使继续听落去不要紧这是甲你真多谢嘛希望你继续敢鼓励敢支持过来是这个一个无留名的伊无留伊的话但是我伫 Facebook 甲 IG 顶管拢其实有先感谢伊就是
即个有赞助咱1200块，我钱会使甲讲出来无？要紧啦。拍着惊呢，为什么你敢赞助遮多呢？这伊写讲小可艺术的第2钱，哇，谢谢，就两位明年继续大发挥。真多谢你哟。系啊，这个阿文你看对哦，那些厉害。小可艺术的第2钱，就两位明年继续大发挥，当然真感谢，当然。有赞助，阮当然真感谢吼。这经验嘛，确实互我小可惊着啦。真感恩哦。但上主要嘛是讲有感受到支持，迄个感觉。我讲我这是实是上重要，毋是讲所有人拢你一定爱开钱，毋是这个意思，毋是这个意思。阮的希望就是你的鼓励、你的支持、你的捧场。对，只是讲当然有的人愿意开钱赞助，对咱讲是一个足明确的、足清楚的鼓励，咱当然嘛足欢喜的，对无毋对？但是毋管你有开钱赞助无开钱赞助，对阮来讲拢是足感谢的。对，共款拢是阮继续做节目的即个动力，一个真大的赞助即帮忙啦。即个部分真感谢。有快乐继续来做，无毋对，这嘛是伫遮请就是我甲苏宏基做伙甲你说多谢，虽然你无留名，我毋知你是啥，谢谢，感谢你。过来有另外一位就是阿斌，还会记你无？阿斌你好，我佮伊拍一个招者，阿斌这个妈妈你好无？阿斌的妈妈，阿斌的妈妈到底知影伊有做阿斌的妈妈无？应该知影啦，因为我看伊这老本名应该是嘛，本来名内底就斌这个字啦。好，来咱讲阿斌。这个妈妈，阿斌的妈妈你好，安尼听有啦哈。87岁啊，88岁。88啊，真无简单吼。真正多谢你你使我真正会感动。你佫会当吼，咱开始讲啊，今日有到88岁，佫会听这节目吼，使我实在是有够欢喜的咧。因为今日佫。你这妈妈，你的囝佫会放互你听，这足无简单哦，真有效哦，我非常的感动，多谢你哦。阿斌有来留话，你就是代表讲有听到你伫加即个甲叫，我给呼唤，你甲呼请，莫讲呼请啦，呼请讲，有一说怪怪，咱是讲吼，咱来外口伊个拜拜在讲呼请，毋是安尼讲啦吼，呼唤啦吼，甲话声，话声啦，对啦，伊有甲咱有甲话声，伊有听到吼，所以有专工来留话吼，伫 Facebook 顶面留话讲，我阿斌啊吼，红点名足欢喜啊，然后继续听个介绍妈妈看歌戏《天歌宴》，咱最近拢伫做《天歌宴》这一集，无毋对。你欢喜，我嘛足欢喜，多谢阿斌你，因为你会当有这个行为出来甲你照顾妈妈吼，我就足无简单的，真无简单，真无简单，安尼吼，安尼听有啦吼，多谢你哦。来感谢你吼。那后壁还有一个嘛是共款赞助的吼，只是讲伊即个名，我感觉甲阿斌连起来差不多共款，但是甲伊进前留的即个 email 无共款，我嘛无确定是毋是共人啦，伊用的名嘛无完全共款吼，所以无确定，但毋管是倒一位啦吼，嘛是感谢你的赞助。伊讲正值即个春节的时间啦，祝福亚特聊聊天吼，就来开讲节目一路中红。真好，多谢。咱一般来念中红嘛，吼，咱依然听得念一路中红。什么你安子说？是，吼，这部分嘛是真感谢这个这个鼓励啦，大家鼓励，大家赞助吼，等等的拢。我讲我最近敢若财运袂歹咧，我对发票对着，因为当有即个即个电子发票，你知影无？我之前嘛有甲你讲，会使安尼使用，你都可以用扫的，对无？我拢迄个载具啦，我即摆来去买拢直接叫做电子载具，敢若捌着200块。对，伊其实你若用即个电子发票，伊的着奖的几率会较悬，因为伊有增加奖是专门互电子发票用的。可是因为我买无介济啦，可能你量较无够啦。我一摆着4奖4000块，过另外一张是200，我过一张毋知，过一张无，印象中我过一个500。哇，真好哩，我喊你着呢。对，所以最近财运袂歹，过大家赞助吼，听感觉敢若今年过年特别迄落特别欢喜气满满，兴奋，毋是讲偌济钱的问题，主要是讲敢若真有喜气。菲林，什么物件？菲林的感觉啊，对，菲林的迄个 feel 啦，迄个感觉，确实有较有过年的感觉，迄个气味啦。当然，本来是吼，要唱半底歌吼，即个阿斌的妈妈听，
啊，毋过吼，我是最近共偷学的咧，安那偷？阮遮对面的社区有歌唱班，我对面尔，毋过我著时间上较袂拄好，我著会晓家己学，所以我著无去参加。我去行路经过倒转来，听迄个朋友伫唱，我著入去甲听。奇怪，为什么？伊唱3遍，迄个 melody 我听拢无，算了，我就转来。melody 就是讲旋律、旋律的意思啦，melody。开始伊唱几落遍，我徛伫遐吼，唱3遍，一首歌2-3分钟，歹我徛到差不多要10分钟。伊一直唱，伊唱了嘛真顺，可是我就听无迄个节奏，节奏，平音啊。平音什么意思？唱拢差不多共款的，你听无？它的高低起伏，无关无线度，平啊，无同音的感觉，因为吼，我唱一句我来听啦，因为这个中间吼，作曲也是作词，这个人吼，可能是袂晓啉酒，也是伊毋知影，咱普通会讲做悄悄的啉白醉。悄悄，你知无？知影这意思无？吼，有个人以早啦，做伙像阮头家、阮员外，以早朋友拄朋友，就啉甲一个坎站，就咧比较。你会较济，我会较济，两个杯啊当着，咱来悄好平做，吼。比如咱讲100cc，你650，毋对，咱搁停倒过来，停到2个杯坐安尼吼，再悄悄停。喙拢揽做伙啦。结果伊是唱啥子？乌萨克吼。悄悄的听白醉，咱应该是悄悄的听白醉。结果伊悄悄的听白醉，我拢听拢无悄悄，是悄悄啊。为什么伊会变悄悄？所以我就讲，是毋是这个歌，也是有另外地方的讲话的方式。伊讲悄悄的听白醉，吼。听起来敢若讲华语，悄悄的。所以讲我就感觉足奇怪，本来是要唱这首歌，互这妈妈听的。讲悄悄的听白醉，悄悄人哪会听有咧？其实你讲这个问题，确实是做台语歌，甚至做咱讲做这个广东话嘛是共款吼。会晓对台语有熟悉无熟悉的人，你写这个歌词，你用听会出来，就是因为会造成讲某一寡话，因为你字变成爱对。你的旋律啦，毋是对你平常时讲话的方式，但是产生冲突的时阵，就变成讲听的人会听袂出来。我若莫看歌词，所发现讲我听无即个词是咧唱啥，因为可能伊一个音一变，变成另外的意思。对。毋管是广东话或者是台语客话，拢有即款的情形。即马就是即个公式，蹦恰恰伫做一个，有一拜是拜五，有即个台语的节目，就是伫掠迄个歌的倒音。所以讲，你即个所在，你用悄悄都无意思。你讲，就是会出问题啦，就是你听起来就有问题。悄悄的听白醉，可能伊就是买音韵较好听啥吼。啉干杯，有缘来做伙，破心肝，小听。破心肝小听啦，世间无几个，伊就是即首歌。毋过伊即个音吼，中即个悄悄，我感觉应该唱过无人听有啦。就是伊必须爱重新去想看觅讲，我是要用别个词代替，还是我的旋律必须要改调，无就会造成像你讲的即款问题。这是你对台语的了解爱有够深有够济，或者是你使用迄个语感有够啊，你才好去写出真正正讲台语的词。我就是甲伊想讲，是毋即个做歌的人吼，袂啉酒，也是讲，我觉这应该毋是袂啉酒的问题。也是讲。因本身迄个所在就是讲即个话安尼，只有2种嘛。当然嘛，有可能是伊无去注意到即个所在啦，即个冲突，即可能产生的冲突是有可能的。啦，安尼无要紧，讲再来唱。我这拄先学。你今已经是大放送啊啦，可以唱几落句啊，放到要留偌济。人这咱看即个吼，破心肝吼，小听嘛，都已经足够起来嘛。后来我以后即个。单元后壁上尾啊留一撮时间，互你专门来唱歌。好啦，以后再来讲，因为今日时间可能会开真多哦。今日时间较长一撮啦。咱来正式进入咱的即个头前网开干嘛？看看差不多。无，过我1分钟。无紧，你做你讲。等下吼，我来讲，我是过年前生日的啦吼。这你有伫 FB 搞迄落吼？真感谢有人甲我，感谢一个有人甲我祝生日。对，我真多谢。我即摆要过特殊一个讲一个吼，
有一个姓吼，我一直拢拍袂出来。我捌甲你问过，迄个姓我一直拍袂出来。我是用无虾米拍，嘿，无虾米，无虾米，无虾米，我拍字是用无虾米拍，啊，迄个拍袂出来，结果我就是甲阿爹问，我即马印象真深嘛，迄个做啥 ？OK 的，我已经会记哩啊。OK 的是咩话个？就是姓吴啊。对 OK 的 OK。敢是安尼拍，我煞袂记你安怎拍。你用一问我煞毋知要安怎拍。OK 是毋是 ？OK 的，嘿啦 OK 啦，对。我即马就是爱讲，用谐音去甲记，用迄个家己去想诶。为什么讲这姓？迄是我诶至亲。我要甲伊讲，我生日吼，可能四周围有诶人，因为你是讲网络老话诶人是你诶至亲？毋是网，我即马网络我已经甲伊感谢过啊，我即马讲为即个姓，我要甲伊感谢，甲伊多谢。有听着无听，我是无了解，伊捌听，我就甲伊真说多谢。为什么？嘿，姓吴，住台北，嘿是。伊足用心诶，过来迄工专程2阿某来到厝诶，来到我诶厝，甲送物件，送物件，迄个莫讲，伊送物件，我甲祝生日，安尼足用心诶，我甲伊说多谢。好，感谢，就是感谢，就是即个姓安尼我就永远会记哩啊。无我用无虾米会拍袂出来这个字好，安尼到这为止，今日讲就是1点半钟起啊，来正式来哦，咱开锣咯。这一集嘛，算讲新正头一集啦，录音的头一集啦，算有偌长，无伫加无伫管。好，来咱开锣咯。咱嘛是爱先即个真情提要一下，好来，就是咱真正讲到倒位去，会记哩无？有印象无？东太宗都开始一个翠微宫，讲到第3集，迄个味道酒因某2个会会去食来要食。到尾因某毋甘，阮翁都无食先啊！哇，你这真正体伤早晓，有讲甲无讲共，我大概讲听有啥物意思？好，来，互你讲。来，咱嘛是爱自头讲一下你若是无听过，建议先为第1集开始聽起啦。你敢伤久啊你？袂啦，咱总是爱听了规个故事有迄个价值。我認為這個故事有迄個價值。伊偌濟請你講過哈？因為其實嗰落集團演過啦，伊若是願意互我錢，我嘛是真感謝。但是目前是無這個物件。我嘛無甲你我對伊這個物件實在是傷水。咱人唔好太現實啦，袂使加現實啦，加現實。無啦，我唔是講現實務實啦。無啦，主要是因為確實這出戲有伊個價值的，對我來講嘛意義無共。對，無講笑知影，所以。這出戲就是咱講發生佇咧東條金冠之地，唐太宗東太宗金冠之地的尾義尾聲伊嘛較有歲啊。東太宗就李世民真有名，東條上有名的皇帝啦，算會使安尼講。當然個另外一個有名是東明皇啦，這另外一件代誌。伊就是到伊的即個時間的伊的尾期都真愛聽君臣這大臣講伊的好聽話，伊講我真正做得足好，我是一個好皇帝，迄個感覺。迄個時陣伊的好，即個身軀邊上重要一個大臣就是魏典已經無佇哩啊。過去有一個真好名咧講，什麼以古為鏡，可以明得失，是毋是？會知形體。這個事較困難，但是以古為鏡可以知興體，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就是明得失，就是看別人來睇出來我家己做了好無好。過來就是以同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同為鏡。你安尼講，敢若傷深氣啊！所以我這是真正聽我講過，意思就講伊即個上好的朋友，當已經無佇哩啊啦。伊的朋友兼伊的大臣已經無佇哩啊，敢講真話的大臣無佇哩啊。大家攏講一寡好聽話啦，所以就聽得真歡喜。當作講我真正佇哩較足好誒。到即個洛陽即個所在已經發生即個唐災典誤。
天鹅为灾吼，定定念着天鹅为灾就是鸭吼，这海棠世界拢是大家民不聊生吼，所以无物件通食，要甲即个骹食通多在啊，所以毋知要安创哦，叫派官员赶紧要去甲皇帝讲，皇帝煞听毋着，听做天鹅混集，想讲啊，拢是即个真相随吼，吉祥鸟就是即个天鹅天鹅。所以就讲啊，既然安尼，就其他大臣佮加即个西弄一下，就讲啊，无咱来去啊，食即个天鹅肉，顺续东巡洛阳，今日到洛阳关，会使来即个欣赏一下即个奇异的即个景象啦，即个景象，互大家看一下。啊，顺便佫会使食天鹅肉，啊，东太宗一欢喜讲好，规工啊，佫有即个各国的使臣想要来求见嘛，规气咱就办一个即个外宾的礼仪，嘿嘿，就是请咱这外国人，即个外国的来使臣，嘿，互因咱来请迎一下，弘讲一下，互大家看一下。毋知影讲阮遮厉害，嘿，所以就是邀请大家要看完了来食即个天鹅肉，所以就叫即个来报即个报事情的即个官员哦，紧的转去处理即个物件就是即个洛阳都督魏德安，像知影讲根本就无即个代志嘛，要打来天鹅，伊家己无才调，就去强迫伊的即个即个官令就是味道，叫咱当讲味道酒，爱做甲遮的代志，3日内爱掠着100只天鹅，备办天鹅宴，主要就是即个问题。那当然，迄时阵为着惊皇帝要来啊，所以就要求讲城内即个第一客家人民拢总爱甲赶出城，袂使互皇帝看到嘛，看到无欢喜。无面子，嘿，无面子第二就是讲城内所有的米价、米景卖米的所在米店，拢爱写刀米4文，意思讲足俗的意思。所以就是互大家知影讲，咱即个国富民丰就是伫啥物物件拢大出，啥物物件拢俗，嘿，无毋对。对，所以才会去食就去闹收就是讲拄好迄天是即个官令米官令50大寿要做生日，因当然嘛散官啦，所以即个清廉官啦，无物件好食啦，就煮者无肉的猪脚，家己结一撮土酒即个青菜煮豆腐1200，就是互讲互因会使大家翁仔某做伙食一饭就好啊。咁啊，才会去食就来闹收嘛，讲你凭啥物甲阮赶出城？到尾搞成一大堆即个争执啊，一大堆吵吵闹闹，到尾因才知影讲这其实毋是官令的问题，官令是一个好官，就讲无安尼啦，我这城内安那讲兄弟嘛有数百名，我来甲你斗3工，我来替你找天鹅，我这一话大家来斗3工，应该是有法度找着啦，去看觅，所以因就决定去斗3工，就出城去，咱顶下就讲到即个所在，对，咱顶下包括讲到即个乌狗头食叫白狗受罪，佫较头前一说，佫有即个水姑南田螺，拢有讲到遮个事，若有兴趣大家拢会使回头来去听，顶下讲到遮，那过来咱即一集的即个内容主要就是讲即个去遮去找伊的天鹅啊，皇帝嘛已经来到洛阳城咯，所以伊就是为外口来，即镜头就来到东太宗这一边。东太宗带着即个杨国公邦显灵，就是伊当身边的宰相邦显灵做伙来到即个洛阳城，伊就想讲安尼哪看心内哪疑问啊，皇帝，敢毋是讲即个洛阳天鹅混集经过不散，应该世界拢是天鹅甲对啊。乃是即洛阳郊区伊毋是伫城正中心，伫较外口外围的所在，拄要入城嘛，对，即郊区城啊，通往市区的一路上，四界安尼荒芜遍野，荒就是咱讲荒废荒芜荒芜，荒芜，但是那一般白话伫讲，咱讲比如讲趴荒拢荒去啊，比如讲你若田无种，咱就讲田拢荒去啊，荒了荒拢无伫管。你若宜兰腔，宜兰腔就是讲田墾底遐拢无管，拢荒去啊，拢荒去。大家了解者宜兰腔，你咪安尼讲就对啊。其实讲法包括即个我看查荒嘛是共款。查荒对。宜兰嘛讲查荒。对。查荒那。普通拢讲查荒，拢有宜兰腔就讲查荒安尼。伊就想讲奇怪世界荒芜遍野，颠倒是通害成灾。伊就讲即个足奇怪，伊是安尼。骗损不得天鹅影，安尼拢无看到咧。所以邦显灵一个人徛伫边啊，邦显灵对伊行嘛，徛伫边啊，心内咧笑讲，这是两眼清官胜逆听，就是讲你靠你家己亲目睭看，别人讲的拢无准算啊，然后大家甲你讲。
到底是啥物好代志歹代志，拢无准成，你家己亲目睭来你现看才有做事啦。你家己现看就知影吼，叫做两眼清官性逆听吼，啊，当然共款既然去讲两眼。两眼，两眼，就是看讲法。皇帝这个时阵就知影讲，所有的伤衰拢是伫画饼，就是咱讲画饼充饥画一块大饼。大家有当时咪讲啊，规工都画一块大饼伫遐梦啊，伫遐做梦会晓尔。做面梦，无毋对吼。毋过当因两个人行入到洛阳市区的时阵，感觉都无共款咯。咱都讲伊伫郊区嘛，就是伫外围要行入到市区，啥来看起来是市井百业皆昌隆，意思讲逐个生意拢足旺的感觉。逐个拢百业拢真兴旺，逐个拢伫安尼无用做生意，拢无用买物件。像这几工啊，咱这几工是我前几工啊啦，当时录音的时阵已经拄过年，但是过年前传统市场的生理是长好的时间。对了，是无用人客人咧，拢无你惊什么疫情咧，什么欧美控，什么欧美控来不来管你的。因为像我花的市场吼，有一单卖鸡的这个头家娘卖这个肉鸡，平常时卖鸡生意都袂歹，但是迄工吼，阮差不多过年前3工拢会特别无用吼，其中有一工我都甲迄个头家娘，佮小帮开讲一下，讲2句啦，因拢足无用，无得讲伤久。无时间啦。伊讲伊迄工一工爱卖600外只鸡，毋是200外只，是600外只。600外只是即马差不多肉鸡青一只，全鸡一只差不多。足贵呢，5左右。有些可能袂，你看什么款的啦？差不多土鸡啊，烘啊，还是就这种的啊。那一般烘啊鸡咧？烘啊，应该是因为我歹势，我无买全鸡。你都无伫买全鸡？我无买全鸡，因为我即马拜拜我是以我需要为原则，咱厝诶无遐尼济人食无。就我所在差不多是安尼啦，500外600左右啦。无，讲做土鸡啊，什么物啊？就搁较贵。去牛头买讲一只1000。就搁较贵，那一般啦，你讲一般肉鸡。应该500-600啊，差不多啊，一般平均爱啦。你讲你想看卖，一工爱卖600外只鸡，你甲算是200外只，600外只哦。我惊到。你看爱开偌济时间一工营收偌济，我看伊一塔愈读甲比我较悬啊。哪有遐尼济哈？伊就是拢爱拼，就是安尼啊，拢是拢安尼。像我遐有菜单卖菜已经3工无通困啊，真正3工无通困，无伫困的咧。因为伊做生意做到差不多下晡。你要收你就要开始准备款货，开始讲我过来，我今日欠啥，明仔准备下晡款好，你嘛是讲做菜单，但这个菜单毋是讲咱一般店内买物件菜单。钱死无哈？我毋知啊。咱早想这去啊你。无紧啦，咱就罔开讲，我就讲我今这一集较侪开讲的物件嘛，互大家了解一下无共款的生活的方式吼。所以你冇想讲菜市啊呢做小卖生意的，迄生意之后起来夭寿恐怖。其实上小卖店都比了大饭店3个较好谈。伊就是安尼所以比如讲伊就下晡。咱讲菜单就下晡款好讲我还佫要爱去补什么货，无法度等到隔工透早。今日暗时就爱去赶买这挂这货来，用到好挂好买好，转来到你这个单位开始准备开始摆量，迄时量拢足济，量爱摆爱款，摆到好天光啊，人客已经入来啊。就今日一工又开始，都拢无通无卡徛咧人开讲吗？无敢会动力。因就是厝内人会斗3工啦，一般啦，平常时一单可能一个至2个人都有够。那迄工我知影上济甚至有甲徛10个人，一单徛10个人，厝内所有真正朋友拢叫来斗3工。拢爱出来就对啊。迄时阵是上无用啊。其实嘛足忝的呢。伊迄一工嘛是伊敢若卖菜，你就知影讲卖菜一摆就是差不多偌济钱安尼。一工敢若小卖无参高餐厅拢无准算敢若小卖就是零售，卖互现场的人客嘛。讲有一寡听众朋友较无了解这个部分小卖就是零售业啦。大卖是几大百个，几大困大卖人就是盘商批发一款批发伊小卖伊若是这个敢若迄工小卖就差不多10几万。卖出去就卖10几万，当然成本嘛是有成本爱算，但是讲你敢若听这个金额就小可跟你讲，一工佫无还伊无算交货哦，无算交餐厅，咱讲交餐厅就是讲交货吼，这大家嘛较无了解吼，交货就讲一般市场内底摊商伊若要做生意，若有较小可有才调，伊袂敢若做小卖，因为小卖生意起起落落。
对，伊拢有迄落交迄落饭店所以啥一般就是有像讲餐厅啦、饭店啦，吼，有诶因会经一寡因认为固定诶啦，较有信用诶，吼，即个摊商固定交会互伊，迄有当一个就是一个月就是10万20万伫交诶，有，所以我当讲伊敢若还小卖尔，拢还佫无算交会，过年做就侪年菜嘛，爱出货爱啥拢无准算，敢若小卖就10外万啊。哦，你小等咧。啊！你今日是要你讲故事，你讲到市场去，鼓励大家去买菜啊！无啦，有一寡事要互大家了解一下。咱都讲小卖交货，吼挂货，咱都嘛讲着是讲咱去即个批发市场，吼批发市场，你爱去买货，迄货量就大，一车一车伫载，迄做挂货，吼咱用挂即个词。对啦。过来，即个生意好歹吼，咱讲这市场诶，即个景气真好时，咱讲起草真好。哦，对。吼起草嘛，捌听过，趁机会教大家了解者。讲啊，搭起草有好无？吼，譬如讲。那甲即个过年过节时阵，一定起草特别好，特别旺。啊，有当下比如讲年过了，大家厝内物件老黑黑，吼物件春真济时，可能迄几工大家较渐休困，因起草都无较好。过来一个较特别事哦，做烧草，烧草有听过无？烧草是啦，我听是田底迄落烧草啦。正常来讲，伊原本是即个意思，你田内底爱烧草嘛，吼，真侪即个杂草你爱甲用掉、甲挽掉的人，咱讲精致农业，迄当下人拢无伫。草菜你挂等快挂即马嘛较无草，因为拢一般拢迄落机械落去处理。嘛会较清气，但是过去确实是会烧草，但是伫咧服务业餐厅内底嘛，定定讲烧草即个事。哦，是哦。意思就是讲，因为你餐厅内底要做一顿即个人客就来买点一个物件，毋是讲你敢若物件摕互伊就好啊，你。灶骹迄边爱无用，吼爱煮食，吼啊头前有服务的人，吼前台后台有介绍的人，吼算小人，全部拢有即侪人，大家同时拢伫无用，甲无通啊休困，即个情形吼，比如讲生理一好人一济，即个情形因就讲烧草，哦安尼哦，嘿，就是无用，敢若人腰拢徛袂直啊，敢若躯底遐，敢若咱伫餐花底底遐烧草共款意思。我到头一摆听。嘿，餐厅嘛会讲因烧草，嘿，无毋对，啊像即个。卖菜单的菜单伊嘛是迄感觉甲我讲哦，拢烧草，冻袂掉，腰拢徛袂直。我甲笑你知影讲，你平常时营营的时阵就逐单叫人开工，我看你今日外口讲，无法度休困着。每一个人甲下晡伊咁要斗啊，到我都食第一顿。迄正经呀腰袂直咧，嘿，真正徛袂直，伤无用，佮搬回出都回真回哦，实在是无用。迄正个腰会断去诶。嘿，这就是咱讲过年的时间啦。你就想讲，即个动态中我叫转来啊，动态中来甲洛阳城内底吼，看着大家看起来拢足无用安尼。大家拢伫烧草，大家拢伫烧草起草才好安尼，当然说啊，你看，这就大家拢足无用吼。然后这个时阵洛阳城可能就是一款感觉啦。皇帝当伫咧欢喜讲，伊佫甲房玄龄讲哦，吼，讲边仔这大神讲，你看房玄龄，嘿，房玄龄、房玄龄，吼，伊讲你看，城内甲郊区嘛是无共啦，内底就生理才好安尼。当然，房玄龄是即个官场的老狐狸啊啦，吼，伊毋是迄落一般。狐狸精，毋是迄落，伊个狐狸精哦，伊个是成精咧，讲官场老狐狸，伊就激点点拢无讲话，吼，房玄龄超工拢无讲话，心内就是想讲。即个机关安伫咧仓库，其中必有缘故，绝对毋是咱表面看到安尼。所以伊拢无讲话。机关仓咧仓库诶，嘿，伊拢无讲啥吼，内底稳当有蹊跷，我就甲你看落去，看你会发生啥物代志。皇帝佫继续讲诶，真欢喜嘛！伊讲你看每一间诶牛行吼都卖米诶啦，牛行拢写着刀笔细文诶。哦，即俗啊！你看即俗诶感觉。房玄龄吼，佮调工顺伊诶话吼，调工顺伊诶话，伊甲因讲，哎呀，这真是价廉物美啊！吼，就是讲物件真俗个多。价廉物美吼，这是不较文言讲法啦。吼，做官人安尼讲，啊，简单讲，咱通俗讲是俗个大碗。俗个大碗，大家上了解啦。吼啊，台湾啊，华语来讲，大多时间讲 CP 值安尼。吼 ，CP 值嘛有听过。吼，讲这 CP 值足悬呢，意思讲啊，我开便真济钱，就使摕到真好诶服务，真好诶物件呢。啊，若讲到米吼，则咱特别爱补充一下吼。当可能大家若要去买米，就是去即个超市市场，架仔顶啊一包一包，可能2公斤啦、3公斤、5公斤拢有，吼，就安尼买啊，就摕去结销啊，就安尼尔。但是过去毋是嘛，较早咱米是去米价买，对无？嘿，爱称吼，米价就是即个碾米厂，吼，就是因为伊会甲即个
咱外口迄个壳叫做啥？米外口迄个壳。粗糠啊。嘿啊，对，用煞想袂起来。粗糠迄，伊爱甲即个粗糠甲白米加分开，嘿，所以就米粿。啊，头仔变是用变糙米，啊，糙米了再用，糙米，再来变精米，就是白米安尼吼。所以是安尼啊，一般过去咱买就是去即个米粿去遐买，吼，去遐买即个米，啊，无包装，所以你要看你要称偌济，称重的嘛。我讲我买1斤、2斤、几斤安尼。吼，即个动作买米的即个动作叫做嗲米。哦，嘛嗲米对。嘿，咱来讲，我过去嘛，捌互讲，捌互厝诶叫讲，你去帮我嗲2斤米转来，吼，所以我对嗲米即个词一直有印象。过去也有米粿即个物件，嗲即个字吼真特别。讲好写嘛好写，无好写嘛无好写。伊倒手边汉字倒手边写入米，入就是进入的入，吼进入的入，下骹写一个米，吼就是你买入来嘛。啊，正手边是即个，我想看觅安怎讲较习惯，较好讲。顶管是即个习惯的是咧顶半部，就是羽毛的羽，羽毛的羽吼。下骹是一个即个古水的水，会晓写无？水的正手边，迄只那个锥，迄本身迄字嘛是锥吼。这几个字倒做伙啦，无紧我以后嘛到时会甲写出来互大家看。反正即个词叫做嗲米，买米的行为吼，咱是称重的去米价买做嗲米。吼，啊若像安尼。即个卖米的动作就佫无共款啦，但是买嘛，有人你要买嘛，有人买，对无？卖米或者跳米。哦，跳米啊嘛有卡。卡米就是因为即个动作的关系嘛，会使卡啦。卡啦其实就是迄个工具啦，卡物件的工具。哦，所以那专工要讲即个这主要就是讲咱要安怎专工讲即个嗲米甲跳米啦，吼，大家了解一下过去买米的方式。嘿，是，所以你若专门伫卖米的人做跳手，吼，就即款讲法，吼，就是讲，啊那买米的人其实嗲米的啦，大家有人要来嗲米，就是安尼。一个跳，一个嗲啦。嘿，嗲就是买入来，跳就是卖出去啦。我去嗲米就是要去买，啊跳米就是我是卖家，我卖米。嘿，是安尼我专工要讲即个嗲米甲跳米的代志，就是因为即个时阵。皇帝面头前发生了一场的争执，有人伫冤家啦。哦，这时就是有人伫冤家，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原来就是有人气踹伫咧即个米店的即个甲即个米店的头家伫相让。咱宜兰腔讲相让。相让对啊。其他有人其他所在安怎讲知无？相让。相让。一般来讲相让但是宜兰你定定讲相让。我都定定伫讲用甲央即个音，伫宜兰腔会用央即个音。咱先来甲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讲即个斗即个字。咱讲伊要称米，咱讲斗米4文，对无？斗米到底是啥物件？就是讲米一斗嘛。单位啦。一斗是一个单位，但是斗到底是啥物物件？我毋知，迄应该一个量器啦。你真厉害，对无毋对？一个牛的物件啦。其实咱像即马杯啊有刻度嘛，量杯嘛，偌重量安尼啦。但是其实伊真正式来讲是算偌济量的单位，毋是算偌重的单位。所以大家无共款。其实伊是一个壳仔啦，一个无大的壳仔。一个就是所以偌大缀起来，就是咱讲一斗一壳，无共款安尼。毋是称重的单位，是称量的单位哦。容量是重量。对，也就是讲，你内底无共款的物件，重量是无共款的。只是讲。一般拢讲一斗米嘛，这就是咱讲一个壳仔，对，米过是上斗来去算，就是比如讲我一个壳仔，这大小拄好是一斗的量，伊容量，安尼共款。这个壳仔摕来底水也是底米，重量都无共款，一般拢无都无共。一般咱若讲要买白米。咱讲我去嗲米，一般是买白米。白米一斗的重量差不多是6公斤到7公斤左右，6.9公斤到7公斤。不哩重哦。其实不哩重。6公斤到7公斤。以前的人食较济，所以较大。真的啦。饭甲打白饭，我一顿白饭，我毋知食偌久才了。即摆人少啦，无买遐济啦。我当时2公斤的白米会使食半顿。你无得吃啊。因为我真少伫食白米。一斗会使换做只10斤，10升呐。你若用华语讲10升，公升的升，但是即个专门的词伫咧台语念做10斤。听起来敢黄金的金，迄个感觉10斤。10斗就是一石，咱讲什么？像迄个黄金共款的纽啦，是钱啦，纽是算重量的，钱嘛是算重量的，但是斗甲石拢是算容量，算偌济量，质量毋是算重量，无相共款。咱过去定定广告，定定拢会讲，你这米你若买会着，看赢9斗换一石。我当讲。
一招是10斗，所以你用9斗就换着一招。算讲你去占着便宜嘛，你去趁着嘛，你加趁一成，10斗才是一招，啊，你用9斗就换着，代表示讲你趁着。对，所以啥啦？迄个价差啦。过去电脑一个一寡广告啦，话卖咧讲你啥物若买会着，你着看赢9斗换一招，就是讲你其实趁着，比趁着佫较趁着，迄个感觉。所以咱当就是安尼讲，这斗啊，佫有斤啊，佫有招，10斤是1斗，10斗是一招。讲到这，咱就要顺续补充一下中国这个宋朝、宋代。宋朝时阵有一本册啦，伊有解说着一个词，叫做八斗之才，应该来念八斗之才。嘿，毋是迄个八斗啊，八斗啊是你家人，是毋是家人遐？不是，还是随风？我迄方面去吧。八斗之外，佮是你家人呢？家人也是随风，新北市也是家人。迄个歹势吼，是家人甲新北市的听众朋友，我未清楚，虽然有去过。爱查啦，八斗啊，我去过，但是我袂记你倒位。日电摕出来查啦。无要紧啊，留互大家来留话啦。好啦。你若是即个八斗的人，还是家人人，还是即个新北市的人？倒位啊，家人嘛。甲来讲纠正者，我想袂起来，我之前甲去过尔。救命啊！一个。来讲一个吼，就我讲等即本册啦，迄个时阵就是讲着，迄本册内底就是讲着讲南北朝，中国南北朝真歹念。南北朝的时阵吼，有一个真有名的即个写诗的诗人文学家，叫做谢灵运。当然有的所在念谢灵运啦。伊就捌讲过，讲即个若要讲着文学的才情，写文章即个才情，天下只有一招，就是全部天下加起来差不多算一招的量来讲。周子健熟悉无？曹子健，周啦，周的上细汉囝，周批的小弟，就是听讲甲阿嫂亲密关系真好的迄位吼。周弟较早因为发捌演过即个《陆心虎》对无？对，伊就是演即个周子健、周弟，曹的儿子，伊叫周室吼，有人两个念法拢有啦吼，就是曹子讲伊即个周子健独占8斗。我才得1斗，全天下剩的全天下共分1斗。你看这，安尼差足济呢，一等差9手里。意思是讲，全部这个文学的才能、才情加起来，若算一招内底，等于甲分10分，其中8分拢互这个周子健啊，另外1分是我的。所有的天下间所有人加起来，是甲我平济尔。我毋知是你学老周子健，是学老伊家己，你知影？安尼真袂目前因为周子健迄时无伫咧嘛，讲全部人加起来嘛，甲我共款济尔。所以嘛毋知到底是咧学老啥吼，但是慢慢啊，就变成咱后来讲才高8斗，才高8斗，是安尼来的。就是讲1斗8斗，真正是1斗，是这个意思。就来形容讲一个人真有才情，尤其是伫这个尤其是这个文学上的表现了好的这款。我讲当然洛阳城内这场的纷争，当讲甲这个美甲美娘行的这个纷争，大家都甲头家讲，你牌啊顶悬就写这个斗米4文，说要卖我40文。差足济，对无？差10倍咧。对啊。我要甲你掠去官府告状，你哪会使安尼黑白写？头家煞甲印安印讲，这着官府的命令啊，全城拢嘛共款。原来这是官府讲的，当然大家都毋相信嘛。哪有讲官府叫你一块牌啊2种价销？是啥物奇怪的要求？即声都换即个头家娘要出来印啊！伊就讲，官府若无旨意，谁敢用头毛去试火？头毛试火你有试过无？就会烧啊！嘿，你有拄过无？啦，你捌了，我嘛捌拄过。是啦，因为迄个吹风机无拄吹着。你的吹风机，我真正捌互火烧着过。无啦，我吹风机吹头门来无拄着，头毛试火嘛，算讲是一句即个俗语啦，但是嘛捌听过。我真正捌试过的，我过去捌去即个外口食迄落一人一鼎细鼎迄落火锅，什物三妈、什物妈迄款的，当然改名做川妈。小火锅啦，一人一鼎细鼎，头咧你食无水，火伤旺，你毋知影？头毛so奇怪，咱敢若臭火大味，臭火大味，头毛小姐说臭火大，或者就是头毛试火，甲你电，电头脏迄落感觉啊咧。你家己闻着臭火大味，你知影？头毛导火其实头毛导火一定会烧掉，头毛最好烧的其实，所以伊毋是讲有一款歹烧是塑胶可能较歹烧，伊这个最好烧。所以你
就知影讲头毛拄着火一定会烧起来，佮摕头毛去刺火，意思是讲家己肚皮疼，家己自找死路啦，自找麻烦啦，嘿啦，自找麻烦，自找死路但是即个头家娘都像咱讲即句话，讲官府若无旨意，谁敢用头毛去刺火？对啦，意思就是讲。这个我无地带啦，对啦，这毋是我的代志，这就是官府的意思，我才袂遮麻烦，找家己麻烦要创啥，解偌济就偌济钱嘛，对啦，对啦，所以就是即个官府的意思。佫甲补一句讲，这号做饮批大家人树芽插猪片，只要瞒会过皇帝，我管他恁这不三不四的，我骗你过就好啦。伊即个即句就特别的比如讲饮批大家人树芽，真歹念树芽插猪片。了解伊的意思，像个就是足贵重的物件嘛。对啊，象牙。煞甲插伫即个猪仔片的片孔内底，猪片算讲是较俗的物件，甲一个足水的物件插伫顶管，或者是银皮嘛是共款，银皮就是足水的皮啦，足水的恰字恰足水的即个皮。伊早好野人的皮，冷罗丢单啦，冷罗绸缎做即个皮，搭伫家人嘛是俗物件，饲鸡仔用垃圾安尼。搭伫顶管，外口水就好，内底无重要。嘿，共款，管伊是毋是猪还是狗还是啥，顶管插2支象牙就水啊。意思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点就是要瞒骗皇帝尔啦。外口看起来好看，内底安那拢无重要啦。所以就是讲，我只要瞒会过皇帝，无你管恁这不三不四的，就是这个意思啦。所以就是安尼讲，当然，唐太宗人伫现场啊，皇帝人伫现场听生气，讲要受啊，就是敢若特别骗我呢，嘿，随拄着即款的所以伊开喙就要来骂即对翁仔某啊，头家就先讲啊，头家讲，这也无关我的代志啊，你好当你上都府去甲伊嚷啊，毋是我决定的啊，所以就咁啊。伊即个皇帝讲上都府又如何？好啊，咱就来去啊。皇帝我讲惊啥吼？心肝暗想啦。咁啊，即个头家就讲，你若上都府去到时是大办40个，拍到互你做告白。就怎讲？即官府之间拢已经讲好啊，对啊嘛。即官商勾结的意思啦。就即个问题，皇帝一听切一个啦，讲即个规个，甲即个招牌店面的招牌就拆落来，甲拗互断，切一个安尼。头家娘看着讲有人甲伊招牌甲拆断去佫较生气啊，嘿，就甲皇帝呛声，当然就知甲呛声讲，我看你口气佫袂细因为讲既然咱你话先拆掉你的招牌嘛，所以就先甲招牌拆掉。即个伊就甲皇帝呛声讲，我看你口气佫袂细无你是皇帝因姑啊呢？这不是皇帝本人。不过伊佫袂使讲，袂当讲诶。就话即个时阵伫遐即就开始要换因即2个人，找官府的人要来消停啊。讲因毕竟就讲都府加减有关系嘛。官府的人一来了后咧，就来喊一个讲恁这人是安那是你补啥物件咧，吵吵闹闹咧创啥？皇帝就讲。因这2个是奸商，恁若要掠，应该掠因这2个，就生气。像知影讲这2个班头，就是咱就是七爷八爷，这2个人叫做因人叫做七爷八爷啦，毋是庙内迄2尊，就是因这个捕头班头就对啊，就迄个皇帝甲讲，这2个奸商恁甲掠去啊。伊像知影这2个班头就遐笑啦，讲10伤9奸，这有啥物好稀罕诶？10个做生意9个拢足干跳，这是伊讲，毋是我讲诶。10伤9奸啊！最近真做生意诶人嘛是有故意人嘛是会使做生意诶，毋通安尼讲。10个做生意9个干跳啦。当时官府就是安尼甲讲，甲皇帝安尼讲，即个时阵都换即个邦显灵。伊边仔即大神，拄则拢无讲话，拢去点点跳工在看好戏。嘿，这时就出来跳工甲赞声你讲无恁想要怎样？就干安尼问尔。话讲到遮代志，就开始来处理好啊，意思对啊，就讲既然你就开喙啊，班头就爱开价啊，就是爱钱嘛，简单讲就是安尼。所以就讲，恁无理取闹，就爱罚银5两。可能
倒米加倒米4分，就算到去到40分准拄煞，伊这一届发言都要5两啊，两总是比这个文较大真济。皇帝一听搁较生气啊，那每一句啊，实在是无法无天呐。甲我这个班头争着机会，争着就能掠着意思啦，争着机会就继续甲画价，争着机会。诽谤朝廷再加3两，一直起价就对啊。这个时阵，这个彭显玲超工就去问讲啊，请问这个官车大爷姓叫做什么大名？嘿，或者什么大名咧？这两个官车嘛拢无得惊哦。洪门名总是会惊讲啊，搞告状啊。因为即摆情形无共款，你较大啊。我就是官府的人，我敢惊你讲啥？阮大家拢安尼。所以大声甲讲，我就是都府的即个班头阿七阿八，7爷8爷7爷8爷安尼吼。彭显玲说落来，说甲引一句讲，即个这小可无共款的所在是讲，1992年的版本甲2006年，分别是即个董美云老师甲即个李硕宏老师两个演的版本，拢有讲到即句话，但是拄好即个彭显玲的角色，拢无讲到即个台词原本想要表达的即个押韵，拢拄好走进去，拢无念着。有当你台词伤济啊，你讲的时阵就照你家己的习惯吼，有话要讲煞无法度完全嘿，有法度较对较准。但即个所在我看得出来是，伊原本想要有一个押韵，一个真特别的话，但是拢无讲到。所以正式来讲，其实伊是要原本是要讲即个原来是后山家。无怪讲话遮尔轻呀，靠山真假啦！即句话大家一定要学落来。后山我就介意即句话。有啊，就侪人讲，迄条后山真假。是安尼讲，因为后壁强调是后壁是句倒句的押韵，原来是后山家讲话才会遮尔轻呀，轻呀，就是讲即张扬迄个感觉。下摆啦，嚣张啊！但是你若比如讲，有的同事什么总经理、董事长会惊空降来，就要做什么做什么官位吼。原来就是后山家。毋管即个公部门、事务部门，总是有一寡人你感觉哎呀，即个做代志的态度，敢若毋是讲介认真吼，无介认真啊，但是讲话佫真昂声吼，是安那才有才情迄个感觉原来就是后山家，讲话才会遮尔轻盈。对，即句话一定你人生中你照啊，你食头路一定用会着，会当用。嘿，所以大家即句话使学起来。但是用着拄好啦。我有当时想讲，无你看你当页面甲讲，也讲毋知什么意思咧。想讲你甲学落咧。原来后山家讲话才会遮尔轻盈。即句我感觉真趣味。其实是消遣的。嘿，伊这两个版本内底，1992年甲2006年的版本真可惜，拢无甲即句话讲无着哈。但是我非常介意即句话，大家学落来。那彭显玲就超工，这两个班头10两银，拄则讲5两，佫加3两，就8两了。伊讲即个老夫妇你10两银啦，算讲是行路工，就是互你一寡行路费啦。嘛请班头大哥转告即个都督大人，就是咱即个魏德安，去报灾变报上税的即个，报灾变报税即个魏德安，讲伊地下有风官起高照，你就知影讲即个魏德安死定，讲即空话就是在死啊！即两个共面的讲欢欢喜就要来走啊，钱就摕着就好啊。毋知伊也毋知这衫，当然嘛是欢喜啊，钱摕着啊。即个米店的头家就想讲连可还众奴，连可还天条，不可还众奴。我既然都大家拢要散官爷嘛走官车嘛走咱莫伫遮甲大家讲，紧来转较实在，莫遐介冤骹底抹油就算我就紧走。大家走了后咧，皇帝当火已经倒甲，你要记载袂掉，你要放弃哩。我知有个所在咱之前讨论过，有个所在要讲记载袂掉，但是咱遮较接讲记载袂掉，拢会使。拢可以就是讲，那想袂到这个时阵已经这个火已经倒到要崩去啊！讲这时阵佫有人来遐查天火道，遐查天火道，你若毋知什么意思？伫咧 Facebook 顶管，我介绍过一篇有兴趣大家使看一下遐这个事就是你若摕较大项的物件的时阵，你敢若用手摕歹摕，无法度用捧的，无法度用捧的，比如讲棉被较高寒天的棉被，咱就会入去这个咱讲过人骹，腋下的所在。重点毋是腋下，是因为你空间需要这个空间来甲
闪咧，吼，毋是伫身躯头前，是伫边啊闪咧，叫做响，吼，物件响去倒位安尼，或者响茶，就是你茶吼较济时阵是做伙伫过人响茶甲抹茶是无共款，嘿，抹是安尼响，抹我用笔大家嘛看袂着，无啦，抹是你身躯头前啦，抹茶你就是双手抹伫你头前的啦，响是你响你是我是想一只手，你的正边倒边拢可以，当然啦，双手响就是意思是讲两边拢做，你响就是伫边啊啦。嘿，就响茶天花刀，吼，就即个意思，所以就即个花本来就伫倒啊，所以是该加冲落去，无错，是向来响茶天花刀咧。原来就是顶届咱拄前提要时阵讲着讲去恼羞的遐个去食哦，去食就来乱来咋？沿路这去食就是话讲要买天鹅啦、吹天鹅啦，就是因为就要甲大家叫大家斗相共吹嘛。专工的啦，故意的啦，伊嘛毋知迄是皇帝啊，对啦，就是开始嘛是路的需要啦。然后到再去食到那沿路化吼，那伫咧骂皇帝，因为都所有的问题都出在即个皇帝嘛，吼，是安那大家真辛苦哦，所以食到一段足精彩的江湖调吼，即就是因为去食定定唱的词吼，定定用着江湖调去食调，等等即几项，或者江湖调真适合用伫即个所在啦，吼，特别甲大家讲一个。啊，无你唱一个来听者。我当面看卖看情形哦。你讲就是即个皇帝爱听吉祥话，洛阳百姓则大衰，所以到伫皇帝面头前干嘛，特别嘛，毋是挑工诶，毋知伊是皇帝啦。当然啦，伊啦知哪有可能。但是问题是，你拄好就是伫皇帝面头前讲嘛好听，吼，伊讲上好嘛是安尼尔。伊讲人讲伊明君，我讲伊懊悔，懊悔就是无好诶物件，懊悔，百姓互伊害甲车落皮。凄惨落票，咱来无错，凄惨落票。车落皮吼，一定爱解释一下，真侪人伫咧看过即出戏，嘛有人来问我即件代志，讲车落皮到底是啥物意思？其实这甲台湾的历史有关系。所以真侪人伫问时分袂清楚啦，讲这到底是啥物是车落皮，要车啥物落皮？凡是知影，大概也知影讲是无好的意思，但是是安那甲落皮的有关系。很凄惨嘛，就这样子。凄惨甲落皮有啥物关系？有些是稻谷啊。其实伊真正有一寡原因的，来甲大家介绍一下。一款讲法啦，讲过去荷兰人捌有一部分捌伫咧过台湾，较早期的时阵，伫咧郑成功来进前，有荷兰人伫咧台湾。迄个时阵因会甲台湾人买即个花鹿，也就是梅花鹿。你要讲梅花鹿，是花鹿拢可以。花鹿的即个鹿皮，鹿皮其实是真好的出口的产品，出口到即个欧洲各国去。但是鹿仔嘛，毋是讲你随时要拍它就拍得着。鹿仔足够钓的，足够走的。足够走的哦。你好不容易掠着一只。煞伫咧剥皮处理的过程当中，你若无处理好势，落皮出一寡问题，一寡细角擦，即个时阵呢，互你若交互荷兰人的时阵，因都会即过去讲红门番啦，但是咱都莫安尼讲，就反正荷兰人。是伊在讲法，咱都无安尼讲吼。即个荷兰人伫落皮顶面就拍一个册啊，讲即块我买，退回我买收，无介意，无爱收。你辛苦几落工，好不容易拍到一只鹿啊，要甲处理起来，要卖钱，要趁钱啊，就全部拢白了工乌有去啊。这慢慢做车落皮，就是我落皮卖出去，处理规半步，开几落工的时间心力，到尾即落皮卖出去。所以讲这我的落皮无效啊，欧洲的人要买落皮，我也无需要啊，我的落皮要创啥所以特别讲白做工拢乌有去，甚至就是处理了无好，所以当然歹去。对，运气真歹，就四角擦去所以到尾才讲咱即个凄惨落魄就是安尼来。我无用规工连一顿饭都无，是嘛？所以讲该颜色。其实嘛是讲做凄惨的意思，无好运啦，凄惨啦，真辛苦，迄个感觉就车落皮，食无饭通食，迄个感觉或者车落皮。嘛，即只互大家解释一下，所以即段一定会讲到即个事。所以若大家有机会去看即个天鹅宴，毋管你网络顶有看到，或者是我毋管啦，或者是即个真正入去到剧场去看戏，看戏有机会一定会去亲眼看一下，亲目睭看一下。你感觉是无共款，感受完全无共款，一定会听到车落皮，完全无共款。对，伊一定会讲到车落皮即个事，所以这个大概互大家知影一个，等于就知影讲车落皮是安尼来。东太宗是听到安尼骂啊，就更较生气啊！头前会倒甲安尼，你害一个。自开始一直会倒，一直无法度透你知就可能。伊嘛是真辛苦。说毋知变安尼讲，伊讲恁家嘛当今的皇上，敢若是安尼讲俩。
当然因为微服出巡嘛，袂使讲讲出伊的真实的身份。去食佫当面安尼甲讲尻川欧美皇帝拢嘛无代志，伊听也袂着啊，想袂到就是其实就是你面头前。俗语人伫咧讲啦，讲假死是第一名，假误是第一赢。我要死过，我欠一副棺材尔，我惊啥物？我无咧惊伊啊。那华语会讲无欲则刚，共款意思啦。我就是我无啥物要求，我惊你啥？这句话嘛真趣味，讲假死第一名，假误第一赢。我毋惊也不到，我烦恼啥？我管你头家安那，就这个感觉。边仔另外一个去食，佮甲倒掺落去。伊佮讲你若毋信吼，无我加暝开句我互你听看觅。这段嘛足精彩的，我甲这段这个唱词这念互大家听看觅。伊讲。我妹皇帝大裤呆，大耳互人信毋知，洛阳到处出汤害，百姓是腰甲骹架烫倒在，那种骹架就是咧后面的骹架片，后背的意思。前胸贴后背，对，华语就前胸贴后背。腰架迄个无法哩。佮另外一个去食煞，就佮接话，我讲我妹皇帝青眉牛，青眉龙，汤仔看作是大吉祥，外面的甲看作是福相。青天冠领才会受栽养，就是两个拢伫骂皇帝。小看的。你嘛知讲，因为这种是唱词啦，所以这个歌的调真古锥伊唱出来拢全部拢有押韵，是真古锥。大家有兴趣会使去找江湖调来听看觅。这个我都较歹势唱。以后看这个赞助若金额较悬，我考虑看。我再来，我再来学看觅咧啦。啦，我甲你讲安怎唱啦，其实唱我会晓唱啦。就是讲节目内底尽量我以讲话为主，我都无唱。你负责唱歌啦。好啦，我再来学啦。到时甲你讲安怎唱。在一帮的这个帮贤良总算是掠着机会啊！因为拄则有人讲，这个去食讲青天冠领才着受栽养，对不？所以就是这个味道酒，味道酒所以这个帮贤良一开喙就问讲。青天冠领是虾米人咧？就甲安尼讲，去食就甲讲原来就是味道酒味老爷。我皇帝还搁伫想讲，这个味道酒，因为照你讲官员是咱经过任命啦，但是人较济，搁是小赞呢。那较歹听讲就鼻屎大个，所以你还遥远的官职上，所以其实伊根本就想袂起来，想讲味道酒，到底是何方神圣呢？所以去食煞来接一段，这段咱头前嘛捌念过，我搁念一解吼。去食这个时阵就讲，想我味某某，一向结心自爱，30年来行过18关，入着尾流伫咧做人，上不愿处奉权贵，下不能武术黎民，外失有人情世故，内万有妻儿亲平，如今顶尖下邳。走投无路啊！那会真可怜。这段我就熟悉无，是面色迄个感觉。火烧低头皮，对，火烧低头皮，面色。因为咱进前伫咧闹收迄一场，也就是黑狗偷食白狗受罪迄一集内底。好康的你先爱我受罪吼。去食去闹收了后。味道酒就讲出这一段，一模一样，共款，就是讲，迄时我嘛有讲啊，迄时你讲迄段时，我就讲，咱后壁会搁拄着共款一段话，这段话只要一出来，大家就伫笑，因为后壁共款搁大家意过一下，后壁还搁会出现。来个尾流咧做人是足辛苦。这段讲了咧，边仔迄个去食吼，搁甲皇帝讲，老的你过来，伊毋知是啥，皇帝是较有会啊，喊我老的，你看这个当今的皇上吼，敢若爱听调性讲迄骗伊的好听的话啦，根本伊的目睭吼，啥物都看拢无。喇叭搞掉，咱即摆来喇叭搞掉啊，啥物拢看拢无。你讲伊是毋是青梅龙啦？是毋是青梅龙啦？一直咧甲问，是毋是青梅龙嘛？一直讲，即下甲皇帝李世民啊，气一个真正是，咱讲 A 到第4囝，或者 A 到食黄年，哑巴吃黄连 ，A 到食黄年。无法度，心内佫无法度讲。意思共款就是有口难言，有话袂讲袂出嘴啦。当然，你若是宜兰腔，共款甲大家介绍一下宜兰腔。黄年，阮会讲为年，共款会使安尼讲，这有记载伫咧，这个台语大词典内底拢有记载。但为年，为年就是黄连，毋是对方迄个是维尼的维尼，无共款。迄个黄连苦吧，咱有时讲伊食咧黄连苦口啦，
无毋对，所以就是讲伊有口难言，过去就是有即款讲法，下到第四囝或者下到食黄年，即个词念做黄年，年伊毋是莲花莲，伊是写做莲花莲，但念做黄年，即较歹，甲咱过年年共音啦，较歹念一煞。大家伫皇帝面头前安尼甲礼，安尼甲礼，安尼甲骂，伊说一句话煞拢讲袂出来，即就是讲即出戏观众看了讲好耍趣味的所在，看了就爽安尼皇帝皇骂甲安尼，伊个讲袂出嘴，大家讲爽啦，好耍。我当因为皇帝上大，有啥人敢骂伊咧？即去食会使讲是该讲不该讲的，嘛拢讲煞，全部拢讲了，嘛毋知影是皇帝，就继续要去找即个。天狗继续替即个味道救出天狗，就惊远去咯。惊走了后咧，现场就剩下2个人，佫会记你剩啥无？去食走了啊！去食走了，米店的人嘛走了啊，一般的民众嘛走了啊，就剩2个。剩2个是因翁仔某尔吗？无翁仔某嘛拢走了，就头家娘拢走了啊。你毋知呢？现场就拄则红妹。皇帝甲彭宪玲，无错就是剩即个皇帝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甲即个老国公彭宪玲。伫遮佫补充一个太宗即个叫法做庙号，庙号是人死后才有诶，皇帝死后才有诶，所以这是算讲是后世一对家诶称号。伊若在生诶时阵，是无人会安尼叫。那时阵无太宗即个名，就是太宗佫活着时阵未叫做太宗，你就叫伊上就好。装无得了，才会互伊封。对，一个封号所以自头到尾戏内底角色毋管安怎骂皇帝，绝对袂出现太宗即个名。太宗是因为咱后世人伫叫伊，譬如讲咱伫剧情内底，感觉讲较好叫，大家嘛较熟悉即个名号。所以我就定讲太宗唐太宗但是事实上伫咧戏当中是袂安尼讲诶。这就是互大家记哩。后来归不倒会宜兰过去嘛讲归不倒。对无？大拢讲腹肚，较早讲腹肚疼，对腹肚疼。大拢讲腹肚疼。大家大部分拢讲腹肚疼啦，真正较老的词汇讲着腹肚。敢若无去注意即个问题。对。腹肚疼，敢若腹肚较无伫讲。较无人伫讲啊，但是过去确实有，过去讲腹肚疼。这规腹肚会无底头的这李世民，佫有心内笑到要变鬼啊！表面上佫不动声色，啥物拢无讲，结果无代志。这彭宪玲，迄毋知禁偌久安尼，咧蹲笑安尼，毋敢笑出来，心内偷笑安尼。2个人即声敢若西牛啊照角，大女对小女安尼。我看你才毋知要安那西牛照角有机会，我会用写的啦，我遮都无个特别介绍啊。反正就是，佫讲会讲袂完。反正就是大女对小女2个咧相对象安尼所来就发生一场非常精彩。这2个人会充满着即个典故，就真侪典故、真侪历史、真侪故事的对话。毋过咱今日时间真正已经差不多啊，当看时间个1点钟较加啊。好嘛，差不多该结束，因为这是第4场，或者引访就是引诱即个唐太宗来引导他的引导伊来探访即个洛阳城真实的状况，出巡真实的情形。所以这角色之间这2个人后壁这段其实伤过精彩绝伦。伊是讲我开头一定毋管故事偌长，我头前开头迄段一定爱开讲。所以这一集来开讲咩？这场第4场咱一集讲袂煞。咱后一集会继续来讲这2个人的口舌之争、口舌之争。你因的对话啦，因对话真趣味。但是讲到这我要顺续插播一个代志，就是有当时我会感觉讲，大家有一寡对台语的误会，认为讲这个比较文言的字句，拢是来自华语。无一定呢，其实无一定咱应该去找到，有的人会认为讲，咱应该去找到对应的台语，但是一般咱讲的这对应的台语，拢是讲较白话的台语。对啦。但事实上，你若要看，你爱看是讲看这个字的这个字句的来源伫倒位。我记一个，比如讲狐假虎威。华语内底有一个成语嘛，叫做狐假虎威。台语其实你若要讲这个教饭人说嘛可以。你嘛会使讲即个家门清啊，当做网术啦，嘛可以。但是我就要问讲即个代志，是讲敢讲我袂使讲狐假虎威？
会当可是听起来无顺。是安那会无顺咧？因为事实上，即个词伫咧100年前的台语典都记载，就是讲超过100年以上以前的人，都伫使用讲台语的人哦，都会晓讲好甲好威即个词。对啊，可是啥搭无伫用？无实用嘛？毋是讲无实用，应该是讲因为经过遮久的时间。其实有发生即个短暂啦，因为咱定定伫讲，事实上咱先讲顶即个狐假虎威、好教好威即个词吼，伫咧明朝的即个小说《西游记》内底，《西游记》齐天大圣迄个《西游记》内底都有写着啊，是真早都有，顶讲明朝都即个词啊。咱定定伫讲台语是较接近即个上古甲中古汉语，古早的汉语真正较接近咱即个过去即官话啦，对啊。所以即个物件。台语若无法度念敢无合理，其实是问题。对我来讲，这当然这是我家己想法嘛，希望讲互大家一寡思考啦。过去这几十年来，因为教育甲政治的关系，互台语的使用才有真大的短暂。恁若拢感受会着讲，其实台语的使用才有真大的短暂。你讲要甲我共款，我都安尼全部讲台语的人，以我的年岁来讲，真少。莫讲以你的年岁啦。你来讲，以阮来讲是平常的讲话方式。但是你要搁较文言的，因为咱华语定定讲着成语，对无？咱定定嘛讲一寡，比如讲我有当然嘛讲一寡成语，伫讲华语的时阵。但是你台语内底就定定无。咱会讲俗谚，但是俗谚华语内底无俗谚啊。是啊。但是那成语啥咱袂使讲，台语无法度讲，其实会使啊。但是你要讲因为短暂发生啊。会水开，会好听，会顺你。意思就是爱考虑啊，就是安尼，因为当时这政治甲教育问题造成讲台语的使用遮大的短暂了后，讲台语的人真侪是无法度受到好的教育，无法度好啊捌字。你拄则讲倒啊，我拄则讲话老方世界，迄你着爱教定，莫搁老里方笑死。我应该老就是输。迄吼真是老风气啦。无要紧啊，迄是足够水，我相信大家介意。用笑死。到时阵大家若听到这一集吼，对于这个开头我特别留落来迄一段啦，就是讲了非常之好，希望说凤姊支持你一定爱留话，互甲支持者讲真正我囥这段是，你支持我讲囥这段真正是应该。真正是老风的吼，你无我以后就甲这段摕掉哦，这种是修改的，嘿啦，你拢无甲我支持，我就要摕掉哦，我会先囥一束。真是老风。但是咱讲，因为大家无法度讲当台语的问题，就讲无法度好捌字了，就变成讲日常的对话、俗谚，即个个其他话可能还佫小可无问题。但是毋捌字造成的效果，就是讲较比较文言、有文学性的物件，毋管你读诗，还是即个物件，拢会变成讲无法度念啊。即摆煞互人当作是讲这是华语来的物件，其实毋是。这是毋对，我认为这是毋对。咁讲古早台湾的即个汉学的先生，无法度读古籍、古册，一定有法度嘛，伊嘛是用台语啊。我毋是讲台语就等于过去的官话啦，毋过咱知影讲台语对过去的汉语，或者是讲官话的保存，其实比华语佫较济，所以莫惊有诶物件，毋是讲咱华语互华语带去，是原本就会使讲，只是讲有诶年岁较大，你讲70-80岁讲台语，主要讲台语诶人，叫伊讲这文学诶物件，叫伊捌这字无法度，嘿无才调。但是这毋捌字诶时代，你换你甲教，你既然你有法度捌字，啊是啦，你有法度学转来，这文言诶物件毋是袂使用，你甲学转来。你去甲因教嘛无要紧啊，换你额头甲因教，你说去增加甲伊互动啊。所以讲你即马算讲阿斌即件代志，就阿斌会当互伊妈妈教。对啊，阿斌若学着一寡较文言的用法，伊嘛会使甲妈妈讲。对啊。妈妈会台语讲出来，佫较水气，佫较优雅，佫较有气质。对啊，80外岁讲起来，台语安尼敢若毋知汉学的先生安尼，你讲有厉害，佫会看死，有气质，都无共款。比如讲，我开头讲即个祝福的话，我就听讲有写2句话嘛，讲即个，我讲啥我小可袂记啊。金虎迎春该顺时，敢若是什么人民好水满载里，这嘛其实你讲足困难嘛呗。较忝，这要学较实受较困难，会家啦，家字家句的关系啊，是无问题啦，毋过就是爱训练啦。讲实在，对啦，嘛无训练啦。为什么我嘛深深感觉吼？你讲，即摆你伫讲台语即个问题，一般性较想要有困难。我一直拢安尼讲，因为在你本身厝边，伊嘛拢毋介意囡仔讲台语啊。所以你变啦，你无讲，你就是会失啦。就是安尼。你即摆是要安怎伫开始重点？
你无要紧，你不要写嘛，不要紧，先会晓先讲，讲，先讲。你讲了，你要回头来学，其实简单对，诶。问题是嘛，伊讲都毋讲，你都无办法啦。嘿，所以这真正是甲大家提醒啦。鼓励人啦，讲实在是安尼，因为你加学一种也无损失，绝对无损失。啊，你互嘛别互去偷骂，你毋知。啊，咱无需要足严格去讲，你到遐讲毋对，到遐呐，先讲，伊有迄个心要讲，才来讲。吼，咱后壁慢慢调整拢袂要紧。嘛免讲安怎什么要调整，每一个人诶腔口无共款，吼，啊，莫讲。总是有讲毋对话诶时阵啦，但是咱嘛要甲提醒啦。晓啦，晓啦，晓啦。有诶是有诶意思混毋对，毋知这是无好诶话，啥咱都好提醒。像我拄则讲，两个。啊，伊甲分5个，但是两个这是确实有即个数啦，这来自应该是来自潮州话。安尼差足多呢，对无？差真济伫太平山呢。对，差真济伫太平山，我毋知大家听有意思啊，无要紧，我歹解说啊，就是安尼。好啦，都差真多呢。反正就是对遮想要讲的意思就是甲大家讲啊，我认为讲真济文件的物件，莫惊，你先去查看觅。你回头会使颠倒去甲你的视图讲，毋是视图袂晓讲的，就是无即个物件，毋是安尼，绝对毋是安尼。那当然嘛，最后啦，好年祝福大家如虎添翼，如虎添翼，绝对会使讲如虎添翼。好，你放心，即个事绝对毋是讲啊，这无台语，这应该华语来，毋是。过去就即个事，过去的即个汉学先生绝对讲会出如虎添翼，伊就如虎添翼，绝对拢会使。好，然后啦，咱即个话题讲到遮啦，毋知影大家对即篇故事有啥物款的想法咧？啊，袂讲了，过说做过落去。身体爱顾好，这是上重要的。对，这是一个内容，你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box 来回我即摆你讲好啊吗？未？了你讲好，我半分钟我讲。好，另外嘛会当到 Instagram、Facebook 查出也特聊聊天来甲我互动来请水。好，我讲吼。过年前吼，有一个人讲来我厝的附近的森林学校，吼，讲来遐演讲，吼，阿弟甲我讲，我讲无采，无我离遐无伊吼，台北遮龙虾高亢啦，吼，天气很黑，你来酱霸大，你来阮遮，我无讲伊是啥物人，伊若有听着来讲，伊就知影我伫讲啥物人哦。来阮遮做一间森林小学、森林小学，我会使讲你名吗？袂要紧啦吼。华德福，我替讲过，来遮演讲。我是讲恁台北遮遐尼济，对了后甲我讲，我讲，毋着甲我讲，我厝会去到遐，行路边3分钟，我要带你去食。米粉鸡啊，无来上基本的较简单的啦。真啦，因为伊拢台北食好料啊。换这小烤米，我们小菜一盘。米粉鸡敢若宜兰有咧？是吗？我毋知咧。因为咱用迄个粗的米粉，米粉炒迄个米粉。嘿啊，你若有听着吼，后盖有机会来找我，我请你食好，莫讲好料啦，恁食伤好去啊。食在地美食。食在地小菜。一盘，安尼有听到你就知影我讲啥人，若无就准煞，看起来就是呢。好 ，OK。当然，恁若是咱的听众朋友，若是有真介意咱的内容吼，是伫咧咱即个说明栏位的所在嘛有赞助连结吼，我先讲连结啦，你若要讲网连，我嘛无意见拢可以。我嘛欢迎你一杯咖啡、2杯咖啡的钱，甲阮小听到赞助。当然，恁若要搁较济，我嘛是多多益善，多多益善。好，今日节目到这，真正到这啦。OK，多谢您，多谢您，多谢收听，后回再会，拜拜。可以啦，你要安尼讲嘛可以。我这应该甲你录落来。莫啦，切掉啦。我无啉啊醉哦，帮忙。我去看，去听 Clubhouse， 世界，莫讲毋对，世界福建开工房。对啊，我知影，我有去过。1月2八，我有看到，隔壁我有看到你去一时啊尔。我无用无到。我甲因听一歌吼，我拄伫听的是阮兜老爷，阮兜元月，阮厝的一长以来红婿丈夫啦吼，伊拄坐伫我的边伊伤无聊啊，我咧放咧听，拄好去互听着。迄个福建话就讲，
两个，因为讲嗯两个，因是讲两个，我有听，爱去互想着，都甲我讲做，阮以前吼有一个大伯公啊，阮有一个大伯公啊吼，伊就以前诶公车叫做公路局，公路局对啊，嘿，读书吼爱用迄个月票。吼，对啊，啊，月票一张卡，车种小只一定加一空一空一定会拄吼。啊，因即个大伯讲，我毋知啥啦，阮老爷、阮老爷会去想着即个代志。拄啊，因为拄啊，福建即个房间一个人伫迄个 A 人你看，你讲做两个，恁两个，就去想着你讲。以前阮一个大伯讲啊吼，坐公车去哩，去哩伊甲因某嘛吼，就甲迄车种小姐讲，阮两个。哎呀，这个小姐甲听做五个，一个加5空，我昏去啊！即摆这毋知到尾毋知安怎回啦。两个人尔，你加5空，就会讲阮两个尔，你加6，我就加5空，会了啥？加一半以上。啊，即摆要哪创？毋知啊，后壁毋知安怎回。我都报伊啊。我毋知咧。哦，伊倒位啊？迄个伯公啊，倒位啊？啊，咸啥？倒咸啥？安尼真有可能是受着潮州腔的影响。自我的印象中，咱宜兰其实打真少听到即款讲法，但是确实真正嘛有人问过即个代志。足久的代志啊啦。我伫想，自我知影啦吼，就我所知是即个两个即个讲法，2吼，1、2、3是即个两。我真嘛捌听呀。真少听到，但是3不5时有。家己敢若有一寡所在嘛，小可会讲着。听讲这是主要甲潮州腔较有关。我嘛要讲两个啊。伊即个我无确定你讲的两个是招精的问题吼，别啦，别歪路啦。是即个，因为漳州一部分离潮州较晏，咱的一寡语言吼，互相嘛受着影响。潮州话翻潮州话，但是潮州话嘛有一寡话受着即个人讲漳州腔的影响。可能吼，佫较古早因会较。进前即个咱伫 Clubhouse 上，Clubhouse 顶管有拄着即个有一个漳州人吼嘛，我会记得迄个新房间内底嘛有其他人问过即个问题，讲你知影两个是啥物意思？伊讲因是无安尼讲吼，漳州人本身是无安尼讲，但确实敢若潮州人是安尼讲，可能较接近潮州话。安尼咱之前嘛捌讲着讲。东山的即个，包括武老坑，武老坑，还佫即个阿检城遐附近，其实拢是过去大部分人，虽然当讲客人，但事实上是所谓潮州人住的所在，遐大部分拢是潮州人。只是讲伊经无讲潮州话，嘛无伫讲所谓的客话啦，主要就是讲主要就是讲一般咱的漳州腔啊啦，吼，宜兰腔主要是漳州腔嘛，所以。有可能会讲两个，就代表讲即个所在过去有潮州人伫咧遮，因为潮州人无讲客话，所以你袂听着客话。真深的我福建即卖因的话。我会甲你即个拄则头前讲毋着迄段加出来，做放你上头前。歹啦，歹势。迄我会放你上头前个咧。啉酒醉哦。